工場最精彩，難忘一孫媽。喺我去咗工場冇幾耐之後咧，工場嘅主任太太阿 J 女士咧就邀請我去佢屋企食晏晝飯。佢哋都係美國人。阿 J 姊妹咧仲話：我嘗試煮中國菜俾你食啊，不過可惜煮得唔係幾好啊，你唔好介意啊。我問佢：你買到生抽？佢話：喺鄰國買到嘅，下次我同你訂啊。阿 J 姊妹咧有好多恩賜，佢又識彈吉他啦，又咧管理工場嘅簿記啦，咁咧又煮飯啦，煮得好好嘅手勢啦，整餅啊、蛋糕啊咁樣，又咧識得剪頭髮喎。有一日，因為有兩個部落，佢哋係有世仇嘅，佢哋交火嘅緣故咧，孫媽嘅背部係中咗子彈。隊長曾經咧知會聯合國嘅急救嘅飛機去飛去鄰國嚟到診症啦、拯救啦，但係可惜咧喺途中咧J 姊妹咧已經唔得啦。幾個月後，當隊長再翻嚟工場探我哋嘅時候，哇！我哋開門都唔認得佢啊，佢老咗好多。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約翰福音12章24節。